再来看国宝系列报道，这个金属工艺历史上早是伫几千年前，人类用金属做物件，为较早的生活用品，到即马像手指破链，拢是为这项机艺开始的。不过因为机械化愈来愈济，手工做的愈来愈少，我就找到做33年这个做金仔师傅，这个温师傅啊，伊讲金仔工艺伊一定会坚持落去，因为伊讲手做的温度毋是机器会使代替的。 目睭专注伫手指，师傅摕工具甲派去的部分修补起来，每一个过程拢爱非常有耐心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好亲像真简单，不过这是金属工艺内面上界重要的。已经做33档啊，温师傅讲，这台湾国小了后，就对下句学这金属工艺，拢是有真侪师爷，最后留伫这道的却是非常少。 从73年到现在，我有看到真的有学徒成功的，好，那有三年4个月后，有真的有学成这个技术的，可能不会超过5个。温师傅带咱对上界基本的开始做。哦，这个光锯就会流汗呢。敢若是要甲银条固定，做一个圆箍啊，都要来来回回几啊届。那主要是要把它敲匀。这样有人吗？想要甲字刻起哩。 这画模型的手就爱稳，牙棍推来这力度爱有够，才会当家己刻伫想要刻的位置。有诶，很不错。手工来说，它的速度是蛮慢的，可能一天可能做一个作品一个戒指出来。手工跟机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差别在它的温度，模子一个一个一直做出来的，每个都一样。但是我们手工不会，你做2个同样的样式，它就会有落差了。 已经是用手工打造，因为手工的温度是机器无法度代替。温师傅靠着热心，一步一步坚持到即马。未来希望透过体验课程，让更较侪人会当感受到金属工艺水。